新北市警方执行巡逻勤务，发现一名机车骑士很可疑，因为包括了他精神恍惚、讲话口齿不清、答非所问。在经过了毒品唾液的快筛，确认就是毒驾。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警方在骑车巡逻时，发现一名骑士在洗车场前鬼鬼祟祟上前盘查，而这名骑士果然有鬼。你先熄火了，在里面要什么要停不停的？你不是要洗车吗？我看到这边的红灯，这刚才变灯了。你在洗车场里面，你看什么红绿灯啊？骑士根本在答非所问，讲话又口齿不清。警方马上使用毒品唾液快筛，发现骑士就是毒驾。这起事件呢，就发生在新北市。那么由于最近毒驾太多，警方会特别注意行为诡异的车辆。果然，这名骑士除了毒驾，身上还有丧尸烟弹。全案将依毒品罪移送法办，将时间交还给棚内。